おい待て，外に靴脱いで出直してこい。精武門嘅陳真，我要揾芥川龍一。中國人唔可以入賭場，出去！呢度係中國地方，中國人去邊都得。什麼？叫你哋滾出嚟！これは公平な試合だ。いかなことになろうと追求はしない。我師傅同你打係用霍家拳，我都用霍家拳同你打。我睇得好清楚，你絕對唔係我師傅嘅對手。